哇，好大的官威啊！對着警察大聲聲，伊是妄稱鄭芳行先前佇咧社群平台頂有個再次到跨年晚會現場，人果然出現。好佳在因為台北隨機傷人事件，社會對公共安全高度關注，市府加強維安警力，巡邏密度甲應變機制攏提升，在警方及時處置之下，並無造成危害，顛倒是警員在過程當中受傷。證明滋擾、危序行為引發民眾恐慌，本分局促請其離開會場。過程中，證明不斷挑釁員警，手持手機拍攝時揮擊導致員警擦挫傷，全案依涉嫌違反刑法妨礙公務罪偵辦。鄭姓妄稱翁仔某指控家己的囡仔互台南一間幼兒園園長侵害，也閣互教育局查案，經過司法審理，做出無起訴處分。也毋過鄭芳行佇社群媒體頂有冤散布甲司法判決無符合內容，透過影像已經誤導性講法，想要製造社會誤解。在行政層面來講，他已經對城市市民造成很大的不安跟反感，我們覺得蠻遺憾的。至於他案件本身，司法已經有一些判決了。把不實的影片放上網絡，換來100萬的點閱率，卻讓無辜的孩子影像曝光。家長要求影片下架，他拒絕了。教育局說明，該案無論是行政也是司法調查，攏是依照規定定時辦理，而且甲兒少保護的議題有關。面對不實指控以及惡意造謠、持續擴散，這當呼籲大眾愛會曉分辨錯假消息，莫黑白傳，避免造成傷害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